延綿壯麗嘅青馬大橋，波光閃爍嘅麗都灣，由13棟洋房組成嘅嘉富海灣，正正坐落於荃灣汀九呢個低密度傳統豪宅地段。前林迷人嘅橋海景色，亦享有高私隱度嘅居住環境。嘉富海灣戶戶向南，以樓市外形設計，實用面積由2469至3150平方尺，附設花園同天台，3層式設計配備升降機，當中12座更有私人泳池，氣派堂皇華麗。依山傍海嘅環境，令嘉富海灣擁有獨特優勢。青馬汀九雙橋景同麗都灣海景近在咫尺，加上前後2排洋房互不遮擋，絕美景致可以盡收眼底。每日黎明時分可以欣賞朝陽曙光映照，日落時分仲可以觀賞夕陽灑落青馬大橋，構成一幅動人嘅城市山水畫。每間洋房設有雙車位，車主可以駕駛外區，輕鬆遊走城市核心。假如住戶頻繁往返內地，喺呢度只需用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2大口岸，以及香港國際機場，出行稱心自如。有子女打算入讀本港名校嘅話，約20分鐘車程範圍內就可以由項目直達多間名校同國際學校，慳返好多接送時間。偶爾想搭公共交通工具，沿路都有巴士前往荃灣市中心。要購物消閒或者轉搭鐵路一樣方便。嘉富海灣所在嘅汀九，私隱度高，人流清簡，住戶隨時都可以去沙灘賞景暢泳，或者沿青山公路緩跑，於動靜之間煥發身心，豁然開朗。